美丽华开发公司的工会到单罢工已经超过3个月啊。劳工这期企业分割的目的是为着要解散工会，不过资方也解释讲是为着要改善公司了钱的情形。另外，针对着工会指控资方拢无参加劳资协商会议，资方表示讲是因为过去有几落摆工会临时加调价的状况。杂草发甲规沙坪，连沙溪拢发草，因为收久无营业，真侪白领士拢伫遮食糖。美丽华沙球场因为企业分割，也阁有解雇员工等争议，到19这日，工会罢工已经101天。美丽华资方分割只是为了瓦解工会、解雇劳工。纾困的加持再次的证实了这件事情。如果员工人数剩下22人，其余人都转到子公司，体育署为什么7月27号还可以核准他送申请的88人案件？美丽华开发公司解说，合并子公司申请真侪企业拢有咧做，因是有按照规定。美丽华沙球场要30天以来拢是了钱，分割是为着重新布局，可以把饼做大，希望我们能够带来更多的利润，带给员工更大的福利。因为我们某些部门因为长期都没有客人，没办法再继续养下去，所以我们把整个部门裁撤掉。这几位同仁，我们就资遣他，保障大多数同仁的工作权。我们只好做小部分的牺牲。工会指控16个劳资协商会议，资方无出席。劳动局嘛讲，希望资方爱派有决策能力的高层出面协商。共识的协商会议记录，在最后签约阶段，资方竟然可以全盘推翻，甚至爽约放鸟协商会议，是否构成不诚信协商？我们都讲好了，要签协议书了。可是中间他们又增加了很多新的东西，这个让我们的代表没办法出，因为我们的授权也只到那里。孙世雄表示，工会的罢工救出线，甲门口拢冻掉的，物资车、工程车拢无法度入来，以后可能要开1个月时间才有法度整理完成。眼前的僵局敢有法度化解？美丽华方面是表示，公司会参加续落来的劳资对话。记者郭碧君、郑泰文台北新北报道。